周昆凌1924年喺美國夏威夷出世，佢祖籍係廣東省中山。周昆凌嘅父親係一個煙草商人，而佢姐姐周昆玉就係一位知名極高嘅電影明星。佢曾經演出美國黑白粵語喜劇電影《佳偶天成》、《亂鳳和鳴》同埋《黑市夫妻》。21歲嘅周昆凌日間喺美國三藩市嘅一間商行做秘書，而夜晚就參與電影嘅演出。當時佢演出嘅電影大多數嘅拍檔都係黃超武。1945年二戰期間，大觀影片公司嘅老闆趙樹新見到黃超武同埋周昆凌拍攝嘅電影，包括《狂蜂浪蝶》、《光明之路》、《情海英雄》、《娛樂升平》，於是佢就邀請佢哋合作。就係咁，周昆凌就以每出300蚊美金嘅片酬接拍咗佢喺大觀影片公司第一部電影《海角鴛鴦》。之後周昆凌再為大觀影片公司拍攝第二部電影《守財奴的命運》。喺呢部電影之後，佢就正式走紅。佢喺美國三藩市同埋紐約都有好多影迷。另外，因為佢貌似當時一位風騷性感艷星海蒂拉瑪，所以佢就被人稱為華人版嘅海蒂拉瑪。1946年，趙樹新安排咗周昆凌拍攝嘅第一部電影《海角鴛鴦》喺香港播映。由於呢一部電影係香港電影史上第一部七彩電影，所以周昆凌就被香港觀眾冠以七彩影后嘅美譽。1947年，周昆凌同黃超武喺美國返回中國，1年之後又喺中國返到嚟香港，於是佢哋就開始喺香港影壇發展。而周昆凌自從喺香港拍攝黑白電影之後，已經再冇拍攝過彩色電影。佢喺香港主演嘅第一出電影就係1947年嘅《怕見舊情郎》。隨住周昆凌受歡迎嘅程度，佢接拍嘅電影由每年4-5部去到每年差唔多10部。而踏入1951年至1952年，更加係周昆凌嘅全盛時期。佢2年共拍攝過超過70部電影，數量比白燕、芳艷芬同埋紅線女更加多。原因係周昆凌叫座力強，而佢嘅片酬都比佢哋低，所以好多製片都鍾意揾周昆凌拍片。但係自從靈影分家之後，周昆凌因為唔能夠接拍中聯嘅電影，片約量先開始下跌。佢早期嘅代表作品包括有1951年嘅《飯斗》、《泣殘紅》、《雙料夫妻》、《春宵醉玉郎》、《兒女情長》，同埋1953年嘅《鳳燭燒殘淚未乾》、《胡桃契爺》同埋《銀燈照玉郎》等。周昆凌擅長演悲劇，當時有人話黃曼梨已經歲月催人，唔可以唔演老角，而周昆凌就正可以取代黃曼梨昔日嘅地位。佢演出嘅《冷落春宵》同埋《泣殘紅》都感動到觀眾，可惜其後佢喺接拍嘅歌唱片中表現都未如理想，因為每逢片中有歌唱嘅場面，佢都需要揾人代唱。而後來周昆凌就透過佢嘅閨蜜鄧碧雲介紹之下，揾咗著名嘅音樂家彭劍鋒指導佢嘅歌唱技巧。之後佢又揾咗名師粉菊花教佢粵劇演技同埋北派武功。經過一番努力，周昆凌其後接拍嘅歌唱片
包括歌唱沙三少、五架、新雷峰塔同埋新馬仔胡不歸呢啲電影，佢嘅表現都受到觀眾高度稱讚。1952年，演技漸趨成熟嘅周坤寧，更加喺《謝七艷史》中一人分飾3個唔同性格嘅角色。電影上映之後，叫好又叫座，而且開創咗一人分飾多角嘅先河。1956年，周坤寧喺香港拍攝完《花落斷腸橋》之後，就同黃超武定居美國。1960年11月，周坤寧由美國返回香港，再拍攝電影。佢第一部拍攝嘅影片就係同梅珍合作嘅《鬱金香》。1961年，周坤寧同馮峰成立嘅寶豐影業公司簽咗6部電影合約，成為基本演員。之後佢對拍片嘅工作更加積極，短短1年間，佢已經接拍咗差唔多20部電影，包括《小千金》、《母愛》、《小紅娘》、兒女作兵人、秘密情人。其中賣座成績最理想就係《小千金》、《母愛》同埋《小紅娘》。另外，佢又嘗試突破自己，參與咗唔少動作同埋武俠片嘅演出，包括《羅剎嬌娃》、《大戰四洲城》同埋《洪金龍大戰蝙蝠精》。周坤寧一生拍攝嘅電影超過200部，而佢最擅長飾演一啲正派、純良同埋楚楚可憐嘅角色。1963年，周坤寧喺拍攝完佢最後一部電影《再戀負心人》之後，便正式息影。出身於夏威夷嘅周坤寧，膚色同埋輪廓帶有一種當時罕見嘅陽光同埋健康感，而且被譽為輪廓樣貌俱佳。佢擁有一雙大眼睛同埋甜美嘅笑容，令到佢喺演繹楚楚可憐同埋正派純真嘅女性角色嘅時候非常有說服力。而且佢身段纖瘦，喺鏡頭前俾人一種需要保護嘅柔弱感，非常符合當時粵語片對玉女同埋溫婉妻子嘅審美需求。由於佢係首位拍攝彩色粵語片嘅女星，佢被封為7彩影后。媒體經常將佢同荷里活女星海蒂拉瑪相提並論，形容周坤寧具備一種跨越中西嘅時尚感同埋華貴嘅氣息。1961年7月，當時有人經常見到周坤寧連續幾日喺唔同嘅絲綢行出現，而且都係戴住太陽眼鏡示人。原來周坤寧喺朋友介紹之下，揾咗一個整容醫生幫佢割雙眼皮。佢喺康復期間需要將電影工作押後，所以先有時間周圍行街。早喺戰前，周坤寧已經同黃超武成為夫妻。1954年，周坤寧同埋黃超武嘅感情非常要好。當時黃超武喺星馬連續登台3個月，賺到10萬蚊港幣。當時有人訪問周坤寧，問佢嘅感受，佢話黃超武得到咁嘅成績係經過一番努力，所以佢都戥佢開心同埋驕傲。1962年，已經結婚踏入20幾年嘅黃超武同埋周坤寧，被圈中人一致認為係標準嘅好夫妻。佢哋喺美國第2次返嚟香港之後，就喺九龍塘牛津道一個花園洋房居住，環境優雅舒適。當時佢哋已經喺藝術表演上分道揚鑣，黃超武專心喺舞台上嘅發展。
而周昆凌就專心喺電影發展。王超武喺舞台上因為欠缺咗一個花旦嘅拍檔，所以需要處處求人，但係好多時合作都未如理想，佢就同妻子周昆凌呻氣。周昆凌亦都明白個中嘅原因，可惜愛莫能助。後來周昆凌認為求人不如求己，於是就下定決心邀請咗名師阮仕龍教佢做花旦戲，希望他日佢哋返回美國定居嘅時候，佢嘅夫婿王超武唔使再為揾花旦拍檔一事而煩惱，一於夫唱婦隨。1962年，周昆凌同王超武返回美國定居之後，喺三藩市開咗一間叫做金漢餐室嘅食肆。王超武請咗10幾名伙計，而王超武除咗擔任餐廳嘅經理之外，亦都充當買手。至於妻子周昆凌就負責收銀，日日坐鎮喺鋪頭入邊，兩人落力經營。初期餐廳生意未如理想，王超武就諗出以演肉作為打邊爐嘅食物，佢用生薑燒酒雞蛋醃製演肉，而妻子周昆凌都支持佢呢個做法。喺新菜推出之後，餐廳嘅生意即時好起上嚟，而且唔單止得到華僑嘅歡迎，而經過外國人輾轉相傳之下，唔同省嘅外國人都願意長途跋涉嚟到佢哋嘅餐廳一試新菜。王超武喺未移民前已經同何非凡感情甚篤。1964年，何非凡嚟到美國三藩市登台演出嘅時候，王超武就招呼佢喺家中居住，而且仲幫佢設計舞台佈景同埋燈光。而佢嘅妻子周昆凌就負責為何非凡化妝。何非凡演出期間，王超武每日都要去到餐廳打理生意，返到屋企嘅時候已經係凌晨時分。呢一種早出晚歸嘅生活，無意之中就造就咗機會俾佢老友同埋妻子日夕相對。事件曝光之後，引起咗巨大嘅道德爭議同埋社會譁然。呢段緋聞嚴重傷害咗周昆凌同埋何非凡嘅聲譽，甚至導致何非凡領導嘅劇團受到當地華僑觀眾抵制。何非凡喺血本無歸之下，被迫匆匆結束行程返回香港。而周昆凌因為喺美國受到華僑嘅壓力，亦都返回香港，之後向王超武提出離婚。而一心同何非凡再續前緣嘅周昆凌，亦因為何非凡抵受唔住社會嘅壓力，令到呢段感情冇辦法發展落去。而之後周昆凌亦未有再婚。周昆凌喺圈中一向被譽為唔會擺明星架子，而且工作守時，打扮同埋生活都非常樸素。佢起初喺油麻地吳松街一棟普通嘅樓宇居住，閒時就只會去到北帝街幫襯一啲普通嘅食店。1960年，周昆凌決定由美國返回香港逗留1年拍攝電影。當日去到啟德機場接佢機嘅有本港粵劇界同埋電影界人士幾十人，包括吳楚帆、張活游同埋馮峰，仲有留美藝人嘅家屬。因為佢哋都希望從周昆凌口中知道美國家人嘅消息，或者收到家人嘅紀念品同埋禮物。結果樂於助人嘅周昆凌都幫佢哋達成咗願望。而馮寶寶更加精心打扮，手拎住鮮花喺候機室向周昆凌獻花。而一向感情豐富嘅周昆凌
就感動到流下眼淚。而文武生、祁少英更加拉埋周昆寧喺一邊傾咗一陣密偈，可以睇得出佢哋係一對好好嘅朋友。周昆寧一向人緣甚好，佢嘅好朋友包括有鄧碧雲、羅劍郎、林家聲同埋蘇少棠。而喺美國返嚟之後，好多開電影公司嘅好朋友都希望同佢簽長期電影合約，但係周昆寧都一一婉拒咗，而且仲拉攏佢哋一齊食飯打麻雀。1961年6月，周昆寧接拍咗羅劍郎成立嘅電影公司出品嘅電影《兒女作兵人》。連日嚟，佢哋都喺九龍塘又一村嘅街道拍攝外景，當日引嚟好多人圍觀，令到佢哋嘅拍攝工作唔係幾方便。因此喺下晝，佢哋就決定改去到16米嘅別墅同埋19米嘅沙灘拍攝外景。馮寶寶一見到沙灘就好想游水，結果羅劍郎喺下晝5點鐘嘅時候俾咗全廠人1個小時嘅休息時間，而非常鍾意小朋友嘅周昆寧就陪住馮寶寶喺淺水嘅地方玩水。人稱鬼馬歌后嘅張月兒一直桃李滿門，而周昆寧就係佢第一位徒弟，而且佢哋仲曾經同住。1961年1月，張月兒獲得平安音樂廳嘅主持尹自重邀請佢飲下午茶，期間尹自重仲神神秘秘叫佢估下係邊位尊師重道嘅徒弟，請你嚟飲下午茶。張月兒話佢學生太多，好難估得到，於是尹自重就話呢一名徒弟係曾經同佢同居，但係結果張月兒都係估唔到。突然之間，周昆寧喺電梯步出，令到張月兒非常驚喜。原來周昆寧自從喺美國返嚟之後，一直喺片場工作至深夜，而張月兒亦都忙住登台，一直冇忘記到師傅嘅周昆寧就趁住難得嘅休息時間，都要設宴招待師傅，可見得周昆寧係一個非常念舊嘅人。1966年，周昆寧喺香港返回美國之後，直至晚年，佢都係過住一啲平淡同埋低調嘅生活。2021年年初，有人喺 Facebook 嘅香港粵語片研究會群組中發佈周昆寧已經喺2020年9月離世嘅消息，但係至今未獲得證實。